大家好，今日想同大家分享《快思慢想》呢本書。《快思慢想》係一本由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、著名心理學家丹尼爾康納曼 （Daniel Kahneman） 寫嘅暢銷書。呢本書用好簡單嘅方式講清楚人嘅大腦點樣運作，解釋點解我哋成日會做錯決定、判斷錯誤，同埋教我哋點樣避免呢啲錯誤。作者將人嘅思考模式分做兩種，系統一同系統二。系統一又叫做快思，就係好快、好自動化嘅直覺反應，好似當有波飛埋嚟，你會即刻閃開一樣。呢種思考方式反應快，但係都容易出錯。而系統二又叫做慢想，就係慢啲、理性啲嘅思考模式，好似你計劃一次長途旅行，要諗清楚交通、酒店、預算咁樣嘅嘢，呢個系統比較準確，但就花好多努力同時間。書中仲提到好多認知謬誤同埋非理性現象。舉個例，所謂認知謬誤，就係我哋更傾向於接受同埋睇到能夠證實自身觀點嘅資訊。譬如政治立場不同的人，就成日會淨係睇支持自己觀點嘅報導。或者係睇健康飲食資訊嘅時候，只係關注支持自己飲食習慣嘅相關文章同研究，而忽視其他嘅見解。同樣嘅情況都會出現喺人際關係度。當我哋已經對某人形成咗某種印象嘅時候，往往只注意到符合呢種印象嘅行為，而忽略咗其他唔一致嘅信息。例如，當我哋認定某位同事唔夠負責任，即使佢完成咗大量嘅工作，但我哋可能都只係會記住佢偶爾犯下嘅錯誤。另一個謬誤叫錨定效應，即係我哋經常會用最初接觸嘅資訊作為參考點。譬如去商店買衫，如果見到一件原價500蚊嘅衫，而家就特價250蚊，你就會覺得好抵買㗎喇。但係其實呢件衫本來值唔值得250蚊，你可能冇真正考慮。另外，買樓嘅時候，業主通常會定一個高嘅起價嚟錨定你嘅心理價位，即使減價之後可能都係貴咗。書入邊仲提到可得性哲思法，呢個謬誤係話我哋通常會更加容易記住最近或者係特別突出嘅事件。譬如新聞成日報道飛機失事嘅新聞，令你好擔心搭飛機，但係其實搭飛機嘅風險可能比你每日搭車仲細。航空事故新聞嘅出現係有機會導致我哋過度擔心飛機安全嘅。除此之外呢，作者亦都分析咗人哋喺面對風險同損失嘅特殊反應，例如對於損失嘅敏感性遠超於獲得，亦即係損失規避效應。例如股票下跌嘅時候，大眾係會更傾向於忍痛繼續持有，而唔願意承受即刻嘅損失。書入邊仲有好多有趣嘅例子，例如棒球同球棒價格問題。一支球棒同一個棒球總共賣1美金，球棒貴棒球1美金。好多人直覺認為棒球係賣1毫子美金，但係實際上經理性思考後，會發現棒球應該係賣1.0美金，即係0.05美金，球棒係賣1.05美金。呢個問題就展示咗快思嘅直覺可能會導致錯誤。另外一個經典嘅例子係林達問題。呢個例子呢，則進一步展示咗代表性哲思法導致嘅邏輯謬誤。林達係一個31歲、聰明而且直率嘅女性，曾經主修哲學。讀書時期仲好關注社會正義問題。當問大家覺得林達更加有可能係銀行職員，定係身為銀行職員而且積極參與女權運動嘅時候，相信大多數人都會直覺覺得後者比較有可能，因為符合描述林達嘅代表性特質。但實際上喺邏輯機率嚟睇，同時係銀行職員而且積極參與女權運動，呢個機率並唔可能各高過淨係話林達係銀行職員呢個更廣泛嘅條件。呢個例子正正提醒我哋要注意
直覺和刻板印象帶嚟嘅邏輯謬誤。書入面亦都有提到醫療決定嘅錨定效應，唔小心嘅認知偏差可能會導致嚴重後果。如果有興趣嘅，可以睇下。總括嚟講，快思慢想唔單止係一本心理學嘅書，更加係一本教你點樣識別同避開思考陷阱嘅實用指南，幫助我哋喺日常生活、工作同埋財務上做更好嘅決定。作者希望大家可以多啲使用慢思系統儀，培養理性決策嘅習慣，提升自己嘅決策質素同生活質量。如果你想繼續深入了解心理學同埋行為經濟學嘅內容，我都會推薦大家睇多啲相關嘅書籍同資料，咁樣可以幫助你拓寬視野，做一個更精明嘅自己。如果你都覺得呢本書對你有幫助，記得訂閱、按讚、分享，多謝晒大家。